可是不要过分狭隘。莎士比亚如果一年到头如假日，岂不像连日工作那样疲乏？莎士比亚若是一个人的思想不能比飞鸟上升得更高，那就是一种卑微不足道的思想。莎士比亚无论一个人的天赋如何优异，外表或内心如何美好，也必须在他的德性的光辉照耀到他人身上发生了热力。再有感受他的热力的人，把那热力反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，才能体会到它本身的价值。莎士比亚富贵固然和有你的好坏无关，但是贫穷却最能考验同有增爱分明的真假。莎士比亚不速之客是在告辞以后才最受欢迎。莎士比亚无言的纯洁的天真，往往比说话更能打动人心。莎士比亚与其做愚蠢的聪明人，不如做聪明的愚人。莎士比亚闪光的东西，并不都是金子，动听的语言，并不都是豪华。莎士比亚华夏在富丽堂皇，也只是捧上楼阁。莎士比亚明智的人绝不坐下来为失败而哀嚎，他们一定乐观地寻找办法来加以习惯。就莎士比亚，道德和才艺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。堕落的子孙可以把贵钱的门第败坏，把巨富的财产荡毁，可是道德和才艺却可以使一个凡人成为不配的神明。莎士比亚黑夜使眼睛失去它的作用，但却使耳朵的听觉更为灵敏。它虽然妨碍了视觉的活动，却给予了听觉加倍的补偿。莎士比亚自有戏剧以来，他的目的始终是把莎士比亚充实思想不在于言语的复利。莎士比亚在时间的大钟上只有2个字：现在。莎士比亚简洁是智慧的灵魂，冗长是肤浅的早逝。莎士比亚千万人的失败，都就是失败在做事不彻底，往往做到离成功上差一步就终止不做了。莎士比亚情欲犹如炭火，必须使它冷却，否则那烈火会把心儿烧焦。莎士比亚对自己不信任，还会信任什么真理？莎士比亚心中充满旋律，能渗透到人们的心灵。莎士比亚，我的言语高高飞起，我的思想滞留地下。没有思想的言语永远不会上升天界。莎士比亚美貌和智慧很少结合在一起。莎士比亚让我指点20个人做人的道理，倒还容易。可是要我做这20个人中间的一个，奉行自己的教训，就没那么简单啦。莎士比亚不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凡事必须三思而行。莎士比亚道德和才艺是远胜于富贵的资产。堕落的子孙可
明。莎士比亚人若神经紧张，说东道西，就会犹豫不定，反把事情耽误了。耽误的结果是叫人丧志气连，寸步难移。莎士比亚对人要和气，但不要狭隘。莎士比亚起先的冷淡，将会使以后的恋爱更加热烈。莎士比亚如果要别人成醒，首先要自己成醒。莎士比亚当命运突然改变了心肠，把他的宠儿一脚踢下山坡的时候，那些攀龙附凤之徒本夜跟在他后面匍匐批评的，这时候便冷眼看他跌落，没有一个人做他患难中的同伴。莎士比亚才忍藏着锋利的牙齿。莎士比亚终曾因为努力的狂妄而变得毫无价值。莎士比亚人生就像是一匹用闪恶的丝线交错成的布，我们的善行必须受我们过去过失的鞭挞，才不会过分趾高气扬。我们的罪恶又赖我们的善行把它们掩盖，才不会完全绝望。莎士比亚，我可以教训20个人，吩咐他们应该做些什么，做这20个人中间的一个。履行我自己的教训，我就要敬谢不敏了。莎士比亚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，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莎士比亚装傻的好也是要靠才情的，他必须窥视被他所取笑的人们的心情，了解他们的身份，还得看准了时机，然后像窥视眼前每一只鸟雀的夜莺一样，每个机会都不放松。这是一种和聪明人的艺术一样艰难的工作。莎士比亚一切朋友都要得到他们忠贞的报酬，一切仇敌都要尝到他们罪恶的苦悲。莎士比亚没有德性的美貌，是转瞬即逝的。可是因为在你的美貌之中有一颗美好的灵魂，所以你的美貌是永存的。莎士比亚万事总居首权力派，不能再问良心。莎士比亚爱和恨相同，烧起来的没法叫他冷却。莎士比亚一套衣服、一顶帽子的事像时髦不时髦，对于一个人本来是没有什么相干的。莎士比亚只需一阵烈风就能把乌云吹散，并不是每块乌云都能引起一场风暴。莎士比亚失去了诚信，就等同于敌人毁灭了自己。莎士比亚，我荒废了时间，时间便把我荒废了。莎士比亚，爱情是叹息吹起的一阵烟，恋人的眼中有他净化了的火星，恋人的眼泪是他激起的波涛。他又是最智慧的疯狂，粉红的苦味，
吃不到嘴的蜜糖。莎士比亚青春是块原料，迟早要制作成型。莎士比亚青春的特征乃是动不动就要背叛自己，即使身旁没有诱惑的力量。莎士比亚若有汉奸，其实岂知莎士比亚一个骄傲的人，结果总是在骄傲里毁灭了自己。莎士比亚人的一生是短的，但如果被列举过这短短的一生，就太长了。莎士比亚您的